啊！呢個波落腳嗰下其實好清脆嘅，即係落腳就明顯鏟中波，但係之前佢拉住件衫啊嘛，變咗會喐唔到啦，變咗成個人都話。咁所以都係一下犯規先啦嚇。周元德如果講喺麥加拉陣中，佢最有名氣嘅一個球員啊，級數啦、大賽經驗啦，都係零舍不同嘅。照計都係佢話晒事㗎啦嚇，佢係度晒步。有隊友步咗左手邊，但係都好大機會直射啦。點搞法先？包仔查祖利直接借埋去，過唔到人牆先啦嚇，頂翻走，輸翻個界外球，亦都換嚟呢主隊球迷一陣。呢個波就一定俾12碼㗎啦。咁呢個就好大件事啊！卡斯侵犯法蘭道輸12碼，由今日藍翔隊長臂章嘅安永佳操刀得手啊！36分鐘，主場之利嘅港隊1-0領先啊嚇！亦都咧就安永佳人生第12個咧就大港腳嘅入球嚟嘅，相當 happy。如果單計呢一 round 啦，第3圈嘅亞洲區外圍賽就第1球波開齋波嚟嘅啫，都幾有信心啊！咁而孟加拉咧就打到最後嘅時間咧，有一個嘅叫做合作嘅埋門啦。最後咧，港隊嘅球員能夠解圍到嘅，上半場香港隊領先1-0嘅。咁暫時咧就港隊領先嘅足球人喺度嘅，小心㗎啦！吸翻轉頭，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，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撲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啦嚇，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新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。